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个本土病例，2个人死亡。国内已经有超过900万人做过头一档疫苗啊。另外 ，BNT 疫苗有风声讲一定约定到9月时间。台湾甲别流旅游起泡，大约有4000人要去，不过别流目前敢若准备2000档疫苗。别流是希望台湾这边先列出名单。高雄桃园区的代表社已经无说离去，互大水冲走，到今已经是第3天，搜救人员继续找出伊的下落。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2个人死亡，也有14个带病入境。另外，咱国内注疫苗人数上无已经有900万人做过头一档疫苗了。另外，针对着进前机组人员3+10的政策，指挥官陈时中也有详细解说。咱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解新的说明。那本土的病例有4例哈，那境外移入的今天比较多，有14例哈，那死亡的个案有2例哈，那人口的涵盖率到38.37，啊，38岁打第1剂的已经超过900万人哈。我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哈，整个3+11的一个过程。好，那原来在109年12月31号以前。都是3+11。好，整体这个事件机师跟旅馆感染的事件里面，我说它确实是一个群聚，但是对于社区的影响并没有找出一些相关联的，相可以连结的一个事证。染疫的源头到目前我还没是认为应该是从国外来的。是有6例是有定序出变异株哈，那其中有4例是 Delta， 那另外第2案是一个比较特别，它定序出来是一个 B.1.621 哈 ，B.1.621 这是一个哥伦比亚变异株。那有一位第4案这个中国来的40多岁女性则定序出来是阿法，就是英国变异株哈。好，那我们目前总共的变异株就已经有找到7种了哈。因为咱国内疫苗数量无够，真侪人也关心讲，民间企业所买的 BNT 疫苗有1500万吨，当时会送到位。BNT 疫苗将表示已经甲台湾约定交货时间，若阵手续办好势，就会送来台湾啊。国内新冠疫苗阁传出好消息，生产 BNT 疫苗德国原厂表示，已经伫车厂得到台湾相关单位的紧急使用授权。虽然也无法度确定第一批疫苗交货时间，不过已经约好交货期程，只要手续完成，就会将疫苗送到台湾。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43万3236人次注疫苗，注射率37.78%。不过，真正注完2剂有完整保护力的只有56万5947人次，注射率2.4%。不过，政府家己买的莫德纳甲 AZ 疫苗陆续少量交货，虽然用小可解决疫苗无够问题。不过，这批疫苗爱先后3人组也引起各界关心。如果下半年流行的病毒株是英国株，就是阿法株的话呢，你就应该越多人打第1剂越好。那如果我们认为下半年会流行的是印度株，就是说变种病毒株，或是别的变种病毒株，会让你的疫苗效果变差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要让高危险群的尽量打完2剂。在国内面临新冠疫苗数量无够的同时，指挥中心予第一批国产疫苗通过食药署检验，阁摕到风险证明书。不过，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开记者会认为，在部分个人意愿有疑虑的前提之下，强迫民众注疫苗可能违反人民自主权。CNN 的记者质疑高端没有保护力数据，高端的代表说，如果没有接种疫苗，没有保护力的结果是什么？这种有打总比没打好的说辞，竟然要应用在国人的身上。特别旅游，美国启航外界烦恼5+9入境检疫上过零，会跟诺福特3+11同款。指挥官强调，3+11无影响社区。华航诺福特员工检疫是属于军事事件，不是社会空碰。不过，防疫协会理事长王金贤认为，当时台湾境内医疗院所也无予病毒入侵，相关的风险就是境外移入。无规划予机组人员先注疫苗，甲即马专家小组也是无尽策，无做好配套，是全世界上大的笑话。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拜六就头一团要出发咯。
别流观光局表示讲，会提供2000栋的疫苗予咱的台湾旅客。不过，咱台湾这边要过去的民众都已经超过4000人啊。别流观光局表示，希望台湾这边会当协助旅客列出需要做疫苗名单。台湾别流旅游专案礼拜六14中启，因为应做疫苗诱因8月14甲18，两届的自由行人真紧就满，依法旅行业者其实未当规划协助做疫苗，因为别流方面目前是请旅客透过email预约，想要到未少预定9月出发的旅客也拢来批，大量预约是真歹消化。如果以现在中华航空的定期航班每周2班。那么这2000剂呢，应该是到9月底都没有问题。别流观光局伫台湾的办事处表示，目前敢若已提供2000剂疫苗，对外团疫苗大部分是交生。办事处表示，无被授权应回答，无证实也无后真。旅游业者是表示，因为预约去别流的旅客也是真多。目前每礼拜2班次的航班不够，希望应争取加班。外，我们目前就是也有向航空公司提出就是增班跟包机的需求。那9月份也有提出航班的申请，预报候补的消费者，我们都能够尽量服务到他们，希望让大家都有机会。因为做疫苗是医疗行为，旅行业者敢若用未自由行，按过别流方面，所以因为真歹消化大量台湾旅客预约疫苗，就请台湾方面协助受理预约的地址。再去观光局甲别流办事处代表甲卫福部、外交部进行会议，对别流专案中启相关的议题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拜六就要出发咯。等来到台湾了后，敢若需要5+9的自主健康管理，就有人开始烦恼讲，安尼会造成防疫空棚，亲像进前机组人员3+11同款的防疫问题。台中市长陈文灿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拢强调讲，政府一定要有严格防疫管制，避免疫情再逼出来。国内疫情真无简单等候，别流专案这礼拜6中启，回顾了后，旅客检测用5+9自主健康管理，引起外界烦恼管制成果令，会甲以前开放边境机组员3+11同款。不过，陈市长10日也表示，3+11不是空棚。3+11这样的政策里面，并没有影响到社区。那当然有一些机组员跟家人，还有诺富特里面的一个员工。所以不算，它是在里面一个事件，好像是一个群聚的事件，并不算是一个社会的破口。对别流专案中启，桃园市长陈文灿表示，桃园的防疫责任真重。近来防疫旅馆60%是来自外县市的民众，不管讨论任何议题，也是以防疫安全为优先，要有严格防疫管制，才能恢复消费者的信心。旅游泡泡要成功，一定是要有这个严谨的防疫的管制，那消费的信心才能够恢复，也是需要在机场、防疫旅馆、医院这3层的防护要落实。针对陈市长认为3+11不是空棚，台北市长郭文泰批评无需要后进错误。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台湾是海岛型国家，病毒爱隔绝在境外，驾驶爱记哩，日进普胎，防疫旅馆甚至相关港口，是不是有办法有更加严格标准来收掉呢？政府在开放帛琉的旅游的过程当中，在疫情能够稳稳的控制的同时，不要忘了血淋淋的教训。让我们上了一课。不过，有专家王金强表示，提机组员3+11甲别流专案5+9比起来，两件代志时空背景无同，而且即马已经有疫苗援助，民众唔免伤过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南部的灾情。伫高雄桃园区的代表谢依珍，伊无细力去予大水冲走，到今已经是第3天了。为着要把握黄金72点钟，搜救人员伫今透早6点就开始继续找，而且找范围是掠更较宽，希望赶紧找到伊。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边等消息啊，看看有什么最新进度啊。就这样子而已。谢依珍的后生甲衫裤走到管制站，要去事故的地点，用传统仪式甲伊叫回来。高雄桃园区代表谢依珍，予大水冲走已经第3天啊，到大约是找无人，家属是心肝火倒。搜救人员13决定要扩大搜救范围，为事故的地点一路找到新威大桥。增加从六龟大桥到新威大桥这边附近啊，
因为这山区的气候哦，那很不稳定啊，所以说我们就要再重新那请国军还有空中直升机来支援我们。因为12下晡上大雨，土石阁梆梆落来，溪水是变甲愈落愈错流，也增加搜救的难度。不过为着把握不近72点钟的搜救时间，国军一透早也派人来支援，空勤总队的直升机伫明北科路桥顶继续勘查，搜救人员沿老龙溪继续敲找，无放弃任何希望。已经有完成600公尺，那昨天完成的这个范围又有100公尺又被土石流给掩盖掉。那我们早上也赶快再加派这个卡车来清运这些泥流啦。天气无稳定，唔但增加搜救的难度，连明北科路桥便道的工程也受到影响。公路总局表示，目前敢若会当趁无雨的时阵来赶工，另外也会甲便道边仔的土架塔复原，避免大雨搁再影响通路的进度。记者综合报道。车站伫云林斗六云林路2段6巷，就民众发现到这个路基差不多已经崩50公尺啊！相关单位也先甲车路封起来，等咧修理。那准备经过这的民众，就爱先行别条。也讲到这个路一过后，可能会开放高频的双向通车。来到斗六市云林路2段6号的云林溪边，有将近50公尺的路基崩起，导致东道桥顶现损坏，但目前详细发生的原因，阁需要进一步来调查，就可能和近期连日落大雨有关系。考虑到整个后续整个围堰施作的一个初期的一个前置作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考虑机械的一个方式，所以才会有第一阶段的一个双向单线通车的一个启程。文管局表示，这路段是斗六北真里往来云林路和前往火车站的主要联络道路。10号尾暗暝，接到民众的通报，讲路基崩起，紧急由相关单位回填急配，并分配专线的道路来抢修。在施作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短暂性的这个停电我们希望相信能够配合了那我想以目前我们台电公司跟自来水公司他们抢修的能力大概都能够把这个时程缩短不要造成我们乡亲的不便我们也会尽力来要求。文管局表示，这个抢修的工程分3阶段，现在已经完成第1阶段，至第2阶段的抢修将进行道路的抢通。不过因为现阶段地基无稳，需要搁拍临时的动图来动。1月21号恢复单线双向的通车，至于专线的修好，会赶在9月11号完成，以降低交通和大雨的生活冲击。记者为您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12宣布讲，便利功能较歹的族群，亲像是换过器官、着过癌症患者，拢爱注第3档的疫苗。另外，伫咧柬埔寨也开始甲前线医护人员注第3档疫苗，目的就是要来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的侵袭，全美国各地病例数抑个单日人数增加。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加佛罗里达州一寡病例已经无存位啊。疫情也搁自难民继续向西部的奥勒冈、华盛顿传开。为了要避免免疫力较低族群对变种病毒的防护力，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12正式批准注第3剂新冠预防针作为加强剂。As we've been saying for weeks, emerging data show that certain people who are immune compromised, such as people who have had organ transplant and some cancer patients, may not have had an adequate immune response to just 2 doses of the COVID vaccine. To be clear, this is a very small population. We estimate it to be less than 3% of adults. 辉瑞拍算伫咧这个月请求美国主管机关批准，莫德纳是计划伫咧后个月提出申请，注第3剂预防针作为加强剂。因若只需要注1剂的招生，按算这个月会公布注2剂的效力数据。包括以色列在内部分国家已经批准和免疫功能较歹的人，也个是大人注加强剂。拜登政府可能伫咧9月初会发布注加强剂计划。注过预防针了，也个伫镜头比一个赞。感冒节会受到整编的医护人员，12开始注第3剂新冠预防针。前2剂是注中国的科兴或者是国药疫苗的人，第3剂就注 AZ。那注 AZ 的人，第3剂会当选擇科興或者是國藥。Dạ, bảo sân thì cả trạng đầu tỷ 3 này
ទី1យើងអាចឲ្យក្មេងៗអាចចូលសាលាវិញគឺអាចបង្កើនធនធានមនុស្សយើងបានជាបន្តទៀតហើយការទេសចរអីក៏អាចកើនឡើងវិញអញ្ចឹងអាចធ្វើឲ្យសេដ្ឋកិច្ចយើងអាចដើរឡើងវិញបានច្រើនចា៎ 感冒细目前有一半人口至少做过一支有风车，是亚洲注射率上悬的国家之一。因为感冒剂自2月开始自中国生产的疫苗，美国、日本甲英国提供的几600万剂疫苗，也伫最近几礼拜送到位。因那菲律宾只敢6%的人口做过有风车，大马尼拉地区几个城市也加紧做有风车的速度，包括增加做有风车的所在，也个提供24.5个的服务。 希望在今年年底进前，会当有7000万人做风车，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公司新闻张伟林报道。最近伫咧欧美国家，因的温度拢升甲真悬，亲像西班牙12月有一阵热浪，马德里这个所在也出现40度的高温。来讲到意大利的部分，有8个城市咧做红色警戒。 法国的南部的天气也是袂输烘炉共款是热翕翕。伫咧加拿大目前是第3阵的热浪来到位，也烦恼讲有的人因为伤过热会来热死。 这个游客都还袂行入罗马竞技场，就因为伤过头热，伫经过喷雾系统的时阵，挡袂牢加停留一时啊。民防组织的工作人员一直咧喷管啊水。Stiamo distribuendo al momento, abbiamo distribuito sulle 100 su un centinaio di casse di acqua fino adesso e proseguiremo fino alle 15:30. 罗马卫生机关必须要敲电话予独居的聚会人，问看讲是毋是有需要送食物，也是讲药品，避免出去会着沙。 伫意大利的西西里岛10月出现48度的高温，对非洲上北的反气旋路西法所引起的高温继续打调着。当局12针对包含多马城在内的8个城市，刷咧来发布红色警戒。意大利空军预报专家预测讲，刷落来高温会一直升悬。 马德里街仔路这间药局，伊的气温显示40度，第2波的高温打调着，会当看到有部分的民众因寒水桶凉水伫咧树仔骹咧纳凉，嘛有社工早管仔水咧喷，就惊讲有人会着沙。Aquí un ejemplo del calor, sí, hoy en día está pegando. Ya llevas unos días lindos que están pegando lindo. 法国南部的马诺斯克，伫12月中昼的时阵出现气温36度。 看起来甲逐一年的平均温度38度差不多，不过专家提醒讲，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会来拄到烧旱期甲暴风雨这款极端的气候形态。已经经过2波烧旱期的北美地区，今年的热天同款无好过。加拿大卑斯省伫咧第3摆烧旱期的热浪，真侪人拢走去海边啊收水池来闪凉。不过1个月前，就有人活活去热死。政府官员袂当过来甲激放放。 Staff is being increased in ERs to meet expected demand. 美国华府这座水工园嘛真闹热，大人甲囡仔拢来遮凉一下，连狗仔嘛走来。美国国家气象局刷咧伫10月甲12这2天来示警，这2天会有35度的高温，要注意高温甲烧旱期的影响。专家估计讲，这个高温会刷咧到拜六时啊，才会较回凉。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 意大利目前受到热浪的吞踏，在下晡伫西西里岛出现48.8的高温。这款天气热搁大，颠倒予野火是烧袂停，甚至伫地中海附近的国家也拢有野火在前发生。反气旋路西法引起效应，使得意大利各地出现异常烧热。西西里岛测出摄氏48.8度的高温，真有可能打破欧洲史上高温纪录。意大利卫生部已经伫真侪区域发布高温的红色警戒。 Yo miré el tiempo y esperaba calor, pero tanto a lo mejor no. Esperábamos menos. O sea que bueno. 高温加上干燥的天气，助长野火发烧，在一起西西里岛上的小镇传出森林大火，山头拢是红色火光，消防人员透暗的展开拍火工作，甚至出动7架直升机来拍火。隔壁希腊过去1礼拜受到野火威胁，必须数十个村庄甲上车人撤离家园。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经出动9000名消防员拍火，同时大约20个来自欧洲甲中亚的国家，也出动直升机甲人力前进希腊。这也是讲是欧洲史上规模上大的消防救援行动。I'm feeling European because now, as you can see on the apron, you have Croatian, you have Spain aircraft, you have French aircraft. So the European cooperation is a great support for all the countries. 泛地中海国家和野火吞塌，位伫北非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卡比利亚山区也传出森林大火。
消防员还未到进前，村民提手机，家己接水，想要拍火。为查到以来，这个国家发生几啊件的森林大火，已经造成65人死亡，包括28名协助救灾士兵。对此，当局决定展开3天的全国哀悼。另外，突尼西亚也同款出现摄氏49度的高温，传出至少15处野火灾害，不过还未传出有人员伤亡。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接下来，咱来关心劳工的议题。讲到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今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可能会伫9月来调开会期。民众党认为讲上加工资法草案伫咧2018年11月底时阵已经完成公告啊，这3年以来拢无进展，也呼吁政府着爱赶紧立法。不过，有学者认为讲立法的目的是为着要保障劳工基本生活，所以爱甲生活成本、抚养的人数，甚至是逐年的经济成长率，拢爱列入去做参考。目前基本工资月薪24000块，时薪160块。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了后，已经连续5年调悬。不过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原定8月召开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被延到9月。劳工团体是讲，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劳工强度难关，煞无想到出口表现这么好。去年经济成长率真悬，不过基本工资讲4点钟，时薪煞敢若起2块。台湾目前是属于外热内冷，纾困要振兴的部分，我觉得这应该要把它切割开来，而不应该是说拿这个去挡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审议的办法哈，它的位阶太低了，它只是一个法规的命令，立法来提升它法律的位阶。劳团认为是因为基本工资条款无入法，致使着最低工资慢慢啊起。最低工资法草案2018年11月底，劳动部已经完成公告，不过也留伫行政院，已经将近3年无进度。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呼吁应该赶紧完成立法。不过学者是讲，定专法恐惊也无法度全部适用，包括着外国籍移工是不是包含在内，也加审议标准应该爱纳入倒一寡经济数据指标，恐惊拢爱讨论。抚养人数打入法，然后定个下限，经济成长相关的指标要把它纳进来，用生活成本指数，它比较能够扣连到最低生活的保障这个目的哈。学者表示，最低工资法目前政府有成立一个研究小组来讨论，不过呼吁，若做有参照经济数据的资料，所定的计算公式应该会公开透明。另外，最低工资的条款最后拢会变作劳资双方的化解，建议应该由行政部门专权处理。起也是无爱起，应该爱负完全的政治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本地要甲民众换所谓身份证，不过外界也在积极资讯安全的问题。另外，根据国际特赦组织因所研究的内容，讲若准使用所谓身份证会产生相关的记录，也会提升一个国家监控人民甲队长的才调。就立委认为讲爱修订个资法制定专法，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推动所谓身份证进程，就要先进行个资安全性的评估。政府原本规划今年全面换发数位身份证，因为治安的疑虑引起外界质疑的声音，宣布渐慢施行。对这件代志，国际特赦组织针对数位身份证可能引起人权的风险、侵害隐私权进行相关的研究，发现使用数位身份证所产生的数位卡夹，会提升国家系统性监控，也甲追踪个人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并没有反过来可以去了解到底有谁，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数位身份证的系统来去追踪我们的这些个人资讯呢？一个是更正的权利，一个是可携带的权利，最后一个是被遗忘的权利。国发会能够加速角度哈，那我也会监督。范云表示，数位发展是一个趋势，无法度迈做。不过需要完整的治理甲保障，除了修正个资法制定专法，也甲民团的看法同款，认为有这个必要成立专职的机关。时代力量立委区显智伊是讲，数位身份证牵涉到个人的个资，考量到咱台湾国际情势特殊，一定爱防范国安的危机。如果是说比如说长期对台湾不安好心的这个北京那如果一旦他能够掌握这些资讯，每一个人的动态都了解得非常清楚。那这个确实是会有这个国安的疑虑。那去厘清数位身份证制度在台湾的风险，那这和行政院承诺的法治完备其实并不冲突。对于民间人士要求保留无钱骗选项，建立
独立专职的个资保护机关。民权是讲，也是无得到政府的回应。对这项代志，建议政府推动数位身份证进程，先进行个资保护冲击评估，考量到数位身份证的短期便利，也甲长远的运输保障，才会当有完善的制度设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19年，咱台湾成做亚洲地区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不过，这敢若限定双方拢是台湾人，进前着一对澳门和台湾的情伴想要去登记结婚，不过双方拒绝啦。经过司法的判决，但总算是摕到合法的结婚权。这对有情人今仔日也去到户政事务所登记，成做国内头一对无同国家的同性婚姻。穿美式西装到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来自澳门的阿姑和台湾伴侣信吉交往真侪年，总算等到这一天。真的等了很久，然后中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那我们比较幸运，是我们都有办法留在台湾。2019年，台湾同性婚姻已经合法，两人当时就想要结婚。不过，户政事务所却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定规范拒绝因登记，所以才提出诉讼。5.17当天。立法院那时候3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拿着那个不怕国不同，只怕婚不同的那一个牌子，看着别人能结婚，但自己不能结婚，那感受其实一点都不好。回想这段日子，阿姑是强要哭出来，一直到今年5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胜诉，两人才总算会当结婚。双方交换手指，刑坎也挂着2019年参加联合婚礼所摕到的刑坎花。见证一路的坚持和互助，因为真正是无简单。大家在拍身份证后面的配偶栏，然后但是我们2个是拿出一份叫待处理函的公文。当时我就说，这个计划要用到登记当天才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迟来的正义。然后当其他跨国伴侣来说，那他们的正义还要等多久了？阿古是长居在台湾，按照反制原则。将会是依据台湾法，而不是澳门法。然后其他的国家的诉讼还在进行中。这个亚洲第一，真的领先的不是很漂亮。阿哥和信基会当得到合法的跨国同婚权，其实也只是个案，因为制度的限制，让真侪跨国同性伴侣到即马也是靠司法来争取。伴侣名呼吁内政部会当重视跨国同性伴侣的结婚权益，让所有的人都会当无分性别、国籍。享受同款的选择权。记者综合报道。中检院前院长王启慧案件目前正在庭改法院上诉，原因是顶个月监察院回应庭改法院的答辩内容内面，竟然出现2份看法完全无同的意見書，也引起別人質疑。就前監委也批評講，這個狀況凸顯國家體制去互嚴重迫害啊。前中检院长洪启慧这个案，目前当伫庭改法院上诉当中，不过伫监察院引起激烈的讨论。原因就是监察院顶个月恢复庭改法院答辩的内容，竟然罕见的出现2份看法完全无同的意见书。有3位监委替洪启慧平反，不过当初提案弹劾洪启慧的监委是认为，这违反到当初弹劾决议，除了有适法性疑虑，也破坏国家体制。你让这个原提案委员何以自处，让国家的公信力受到严格的挑战嘛？那一个机关为什么会出现推翻自己的意志的一个做法？这个在过去从来不曾发生过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不可能成立的啊。蒋贵美表示，洪启慧这个案是伫第5届监委任内通过弹劾，因其中几个人虽然卸任，不过第6届监委王美玉也延续因的意志提出意见。蔡宗义、王幼玲就应请3位监委做出新版的第3版的调查报告，所以向庭改法院提出再审，也搁互驳回，尾也煞送出意见书，形成监察院无同的看法。一个监察院为什么出了2份不同的？就是本来啊，因为你监察委员，你坚持的那个要弹劾，难道是所有人的共识吗？有来举手吗？我们也同样把这样子。一份资料也给惩戒法院。监察院表示，监委拢是独立行使职权，不过意见书无过经过委员会决议，就先送到庭改法院，过来事后对认，这有程序问题。
司法法院最后是决议，会将这个案比查庭事先留落来，请法规会研究相关的法律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今年6月台北市的急难救助申请案是甲进前来比增加165倍。市长郭文迪表示，救助金会当帮助民众暂时渡过难关。另外，郭文迪也讲到，这个5倍券就要思考有一寡人已经无饭通好食，振兴经济可能是无够实际。发表会赞不赞？甲过去捌伫台北捷运工程局工作的同事翕相，感谢因伫过去捷运局30多年尽心尽力，各将重要的经济甲知识结合伫个13出版的捷运工程册的精进版内底传承落去。不过因为台北市政府12暗向发布人事命令，变动台北市政府各警局任职6年的人数达到413人，也引起外界讨论。这次在松山分局案、北投分局案，你看一个检讨结果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因为这样久了，你知道哈，警察跟地方的黑道啊、酒店啊都太熟悉了，那变朋友关系了。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6月，台北市的急难救助申请案比起进前1月至5月增加165倍，单月总金额达到1.6亿。对这件代志，郭文迪是讲，救助金会当互因为疫情落甲散赤线以下家庭暂时会当食饱。不过认为中央所发放的5倍券真无实际。很明显，这是所以为什么这次这个5倍券啊，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就是说，政府要思考看看，你知道，在现阶段，你知道哈，那一些人是到底是还在纾困的阶段，还是要进入振兴的阶段？郭文迪强调，根据社会局的报表统计。今年领的急难救助比去年增加13倍，可能防疫甲经济爱平衡，所以伊才会大声做出同意零下夜市开放这个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捷运3英线长日起，不过需要发生印尼移工去向北下的情形。来做捷运工程的印尼移工，一个月所领的薪水竟然无够1万块，而且加班拢有超过170多点钟。那照安尼来推算，这2年差不多有6、7千万的薪水去向食去啊。劳动部表示讲，可能有违法，新北市政府也正在协助调查。开340亿台票，抑个伫日起的捷运3英线，被指控是废管工程。2年前来台湾做的印尼籍移工，提薪水条讲，伊一个月底薪只个那9677块，加班时数是176点钟，不过1点钟的加班费只个那47块台票，一个月算起来差不多2万通啊领，也无够法定基本工资，而且加班的时数也超时严重。Saya bekerja dari Indonesia masuk ke Taiwan hampir 2 tahun. Saya bekerja di proyek MRT Sangying Line di wilayah Toyan dan New Taipei. 伊讲，因逐工透早6点就被载去工地，有当时是做到暗时8、9点才下班。共一摆来台湾有133人，甲因签劳动契约的分别是印尼的国营公司维卡，甲台湾的银钢工程。其实他1个月应该要领到的薪资应该是54813块，可是他实际领到的钱呢，只有20344块，中间的缺额高达34496。2年一个工人被 A 走了60万，很保守的估计，133个，你想是多少？6、7千万呢？那这钱到哪里去了？谁 A 走了？在谁的口袋里？应该要全额，而且直接给付给移工。至少在全额的部分哦，事实上一定是有他所谓的这个违法之余哦。劳动部劳法署官员讲，依照就业服务法，移工的头家就是银钢工程，而且头家则以薪来票付专业的薪水。这个案件有违反劳基法的记录，会当向头家罚2万到100万，并且以1比1废止聘雇的许可。立委认为这个案件情形正重大，会要求交通部、法务部介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因的事业废弃物照规定是互清洁公司收走，送到外县市去收。不过，既然日间焚化炉无要收，致使饭店和大卖场的本数是愈囤愈多，也只希望环保局赶紧来协调。
这是花莲上大的量贩店仓库，工作人员咧伤脑筋，唔知要安怎处理愈来愈多粪扫。因为为10日开始，清洁公司就通知无法度过来清运这塑胶废弃物，所以内底已经满，爱蹲到外口。毕竟现在天气比较炎热，那在本身垃圾部分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清收的话，可能会造成包含像堆放上的困扰以及卫生上的问题。花莲的饭店业者也拄到同款的情形，因为清洁公司原本拢将这粪扫送去宜兰地撤销，不过最近地撤无要收，其他县市伤过远，考虑成本无够，所以归期无要收。以我们目前来说，114家会员饭店，大家都是在昨天无预警。就是直接接到通知说全面停收垃圾，那这个也没有期限。环保局表示，花莲塑胶废弃物按照规定拢要交予清洁公司运去外县市收，即马外县市无要收，会向环保署协调各开专案去中区掩埋场收。原本中区的区域掩埋场，它是有环评量的限制，1个月只能进1065公吨。那如果有开放紧急应变的话，就会不受环评量的限制。那我们其实已经陆陆续续开放3个月，已经到大概7月底就截止了。目前我们在申请，就是再继续展延第2期。环保局呼吁业者等延申请上紧，下礼拜才会核定，这段时间唔通乌白拼粪扫。另外，台年和平厂气化炉爱等到明年10月才会开始试运转，到时阵就应解决花莲的粪扫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贴木场要起，究竟爱离偌远，民众才袂受到臭味甲污染的影响呢？去年花莲的居民反对北芳设市鸡仔场，虽然落尾县政府有撤销因的牌照，不过最近县政府要把这个新设的贴木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送到县议会去审查。民众认为讲这根本拢无伫咧要紧民众的生活品质。去年破防公司拍算伫咧花莲起市鸡场，在地居民长期抗议。最后开发案被撤销，不过花莲县政府伫最近提出新设置贴木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送议会，在地民众不满规定讲贴木场离主体300公尺以上伤远，应该游到500公尺。另外，这个主体也无包括农舍，也受到批评。立刻会有一群人住了10年、20年、30年在那个地方，他立刻生活，以后会在地狱里面。每天受到空污的影响。部落的青年也不满县府的草案，根本无考虑当地居民上大的福利。来自太白浪部落的青年也批评，无够尊重原住民，无落实传统领域自相同意权。现今社会却将产权凌驾于部落主权上，然后使得传统领域支离破碎。立委陈锡华主持记者会，要求农委会袂当放互地方家己定。为了要确保周边居民生存权，应该定出会当用林的距离至少要500公尺以上。另外，有真侪农民住伫咧农舍，主体定义无应该排除农舍。不过，农委会只跟他讲尊重地方。如果我们花莲县认为应该要把农舍排除的话，当然我们会尊重地方的一个建议啦。花莲的居民透过立委办公室开记者会，希望农委会徛伫咧保障人民这边。不过农委会是讲尊重地方自治，并且讲目前国内有8个县市已经制定贴木场自治条例，有6个县市针对具体的规定排除农舍。农委会也是一句话尊重。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真侪人拢无法去到病院，也有真侪慢性病患者拢无登去领药啊。着医生提醒讲，慢性病若准无好好照顾，颠倒会增加染病、住院加死亡的风险。食药的情形，着爱控制条例，民众爱定期登去互医生看，这是真重要的哦。一透早就来到基美病院等门诊的病人是非常多，几个月前是也无这种情形。台湾近期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慢性病患者避免出门，就去病院，但也造成有固定食药的会诊安排拢总暂停。还是会害怕，所以就会尽量就是可以不要来，就不想来这样子。就是如果说没有到医院的话，其实附近有诊所或是药局的话，还是可以去拿这样子。真侪民众在疫情之下，拢会家己想办法。不过基美病院都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原本血糖控制了真好，所以因为最近疫情无出门，去影响到身体健康。佮来到病院的时，血糖关到直接上急诊。血管中葡萄糖比较高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高血糖会引起白血球功能、免疫功能的下降，所以的确糖尿病的病人会
尤其在控制不良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感染。拿药的部分的话呢，建议绝对不能中断，因为在中断用药的情况底下，血糖处于更不稳定的状况，这时候一旦染疫的话，后果会更为严重。医生强调，不管是第1型也是第2型的糖尿病病人，血糖控制和染到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拢有关系。病人伫咧隔离也是染病期间，也应当了解糖酸中毒的症头，去控制血糖。后疫情时代，病人也应该利用工具，加使用网络医疗卫教资源，安尼才会当减少医疗上的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摕到东京奥运柔道金牌，杨永伟和女子柔道拍力前8强的林真豪，做伙登去台中的母校新民高中。杨永伟和学弟学妹分享国际比赛经验，也讲到接下来目标，特别是拼后一回亚运甲奥运。再度回到台中的母校新民高中，拿下东京奥运柔道银牌杨永伟，以及打入去女子柔道前8强的林真豪，受到热烈欢迎。杨永伟讲，这次甲高中同校的同学林真豪，做伙伫奥运拿下好成绩，伫咧分享经验，也将体重所穿的战袍留给下学，希望来鼓励学弟妹。杨永伟表示，家己伫学校满满的回忆，这次回到学校除了感谢，嘛希望甲学弟妹经验传承。这次伫男子60公斤级替中华队来拿下银牌，过程虽然真辛苦，不过阁无到家己的要求，嘛将会继续准备亚运以及后一撮奥运。当然就是还是以明年的亚运为目标，然后再就是巴黎奥运。年带队执行教练表示，目前虽然国家对着选手有各项奖金来鼓励，各县市政府嘛陆续来加码，鼓励选手为国来争光。不过上重要的还是体育环境的改善。企业队来帮助这些选手，让他们的选手的生涯更加的延长，不是到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他们就结束他们的运动生命。教练表示，除了奖金来鼓励，上重要是爱延续选手的体育生命以及体育环境的改善。除了甲企业合作来赞助，上重要还是选手的培育以及经验的传承，体育发展才会使永续。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女子骹球工会表示，国训中心无重视国家女子骹球代表队的权益。入去国训中心的时阵，毋但袂当使用室内便所，而且训练场地也无好。国训中心表示，讲训练场地是综合的运动场，本地就毋是专业的骹球场。另外，袂当入去使用便所，是因为防疫的关系，才安排规造迄款的流动便所。大力适当的草皮国家女子骹球代表队9月要伫咧高雄举办的亚洲杯女子骹球赛资格赛，进驻着国训中心所发现场地毋是标准的球场，连日大雨地，互场地凹落去。另外一边的流动便所嘛，互国手真无奈，因为换衫上便所只会当伫咧室外。指控者差别的待遇，只是因为因击败的机会无大，因为一开始因嘛要求过，希望会当开放大，啊，搁有重训室等等的内部设施，共款互拒绝。他们都是在泥巴里面打滚，然后又没办法换衣服的状况之下，对女球员来说很伤。我们都是培训队伍，为什么会遭受到这样的待遇？其实对选手们来说是很难过、很心碎的一件事。国训中心表示，因训练的场地本来就毋是骹球竞技场，但是草皮逐工拢有维修，场地凹落去是天气影响。若是流动便所、奥运射箭，还有田径队的国手嘛用过，因无差别的待遇。就牵涉其他一个法规的问题，所以室外场地里面，目前我们是没有做淋浴设，室外场地没有。他们在3期工程里面，我们会做改善。进前备战东京奥运国手进驻着国训中心，总统还阁前往视察，嘛强调国家会全力来支援。不过奥运才结束，就女子骹球工会抱怨，互人大洗目。国训中心表示，女骹队毋是长期进驻中心的培训人员，可能放假，才无互因入去中心。若是训练场所，因会安排着洗运场馆。后续会阁甲对方来讨论，互因全力的协助。记者王刘婷、明昭宽高雄报道。伫咧台中有社会福利团体和大学的电竞团队合作，邀请一寡时代来拍电动。目前有10位已经是退休的时代来报名参加。来参加的时代也讲，生做伙有变少年的感觉。就是要点快一点。手抓着滑鼠，目睭紧紧啊看。中部宣布加入本土电竞中部战队，头一遍来耍电动。电脑白痴。
然后有这个机会来接触这个电网非常的高兴啊！今天来的时候，听到这个教室就年轻起来了啊！每天都看到他们5个小男生在那边玩来玩去，结果这个阿嬷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到里头，所以这也是我想来报名的原因之一。本土电竞中部战队是风岛老人基金会甲香港科技大学共同合作创立。10位电竞选手，年岁上轻的61岁，上年长的76岁，因会接受香港的电竞团队秘密训练。有点因材施教的感觉，比如说这个长辈可能对于某些角色，他会觉得玩起来，他可能觉得自己比较擅长，那我们会针对这几只角色再去帮他做特训。时代伫咧转变，加上疫情期间一家伙仔拢伫咧厝内，时大甲时岁家庭数位落差普遍存在。社会团体希望延续本土愿望计划，扣我无共世代的距离。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没有办法，长辈们他们没有办法北上看儿子，儿子也没办法看他们，他们特别透过这样子的语音的方式有个交流，其实是我在这个活动当中目前有看见的一个故事。对着少年人的脚步，挑战新的事物，风岛基金会会伫咧北中南选出选手，分区培训，规划10节课，包括了解电竞产业在内。后续要伫咧11月28号进行全国交流比赛。记者台中报道。有真侪爱食海产的民众特别兴蚵仔这味，咱台湾饲蚵仔的方式有真侪款。伫台南北门的罗德高，因是用徛饼的方式伫咧饲蚵仔，清甜，搁袂破坏生态。咱做伙来看卖。海面上一搭一搭的饼仔当咧饲蚵仔，这是台南北门罗德高渔村。因为地理环境的条件，这大部分拢是用徛饼仔的方式在饲蚵仔。平挂式的养殖就是我们讲的徛饼仔，就是帐篷。然后这个养殖方式，它其实是对环境是比较友善的一个养殖方式，不会使用到保利龙。其实饲蚵仔的方式有真侪款，倒饼仔、徛饼仔、铺饼仔。北门相关理事区英仁表示，因在地用徛饼仔的方式搁较够工。不过蚵仔有半工伫咧海水里，半工起来晒日头，这款蚵仔食起来就特别清甜。从放养到采收的话，它大概要接近1年的时间才能采收。然后它一天当中，它其实是有半天是吃海水，泡在海水里面。然后它退潮的时候，它是露出海平面以上，会进行一个新陈代谢。大概在冬天的时候是采收的时间点。然后像端午节到中秋节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养殖2年的那个巨无霸大生蚝采收的季节。罗德高渔村毋若是一年才收成一批蚵仔，伊甚至阁有专门的区域，是2冬才采收一遍的超大面的蚵仔。因为北门罗德高附近无工业区，水质好，所以也成做南部蚵仔的大产地。记者综合报道。蚵仔看线，咱来看菱角。菱角是真有营养，真侪人拢喜欢食。不过，这菱角的品种是有2种，一种是有2个角，一种有4个角。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了解。四角菱伫市面顶是真罕得看，因为大部分的四角菱拢加工做成菱角仁卖予餐厅做料理，所以伫外口食到的菱角口感拢较脆，就是因为伊用四角菱去料理。伊口感是2角菱，伊的口感会较好，会较甜。伊4角菱，伊通常拢是摕来做一般人的生理用的，像伊食起来口感会较 Q、较松，但是它的甜度会比2角菱还没有那么甜。四角菱含菱角菱的叶啊，外行的也看会出来。另外，四角菱栽种的时间也比菱角菱搁较早，所以即马会当看到有人来采收啊。哇，差不多伫咧8、9、10、11、4个月，这是要有顾了好。你若顾了无好，可能2个月就结束啊。因为阁有足侪病虫害，像福寿螺啊，是一寡蛾吼，伊拢会放迄卵吼，所以伊的长会去互食去。你若是2角菱，差不多会换4角菱1个月。虽然较少看到菱角菱，不过农民表示讲，2种的口感食法拢无同，所以不管是倒一种，拢真好食。记者综合报道。故乡的景致不时挂伫目前。台南客家着一个在地囡仔，9年前登记到故乡，投入社区营造办活动。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一个拜六暗时7点半，咱做伙来看伊的习惯。
原本伫台北食头路的陈银峰，9年前返去因故乡台南客家，伊甲故厝规个翻过，打造顶农村实验教育基地，推广在地农村的文化。伫欠资源，也佮有做伙拍拼的东华少年线离开的情形之下，伊也是坚持伊的目标，持续运作，希望这个囡仔对故乡会当有更较深的认捌。我们来看看这个不是插香用的，这是我们的点香炉，所以我们可以。因为我细汉无连结，所以完全无了解。我会讲透过我的这活动，互因知影讲，客家有足侪无共款的所在。为着兼顾生活甲理想，陈银峰学剪树仔技术，四界去冒石头。这几年来，陈银峰甲政府机关也佮有学校等等的单位，做伙推动农事甲文化相关的活动，嘛得到袂少在地家长的支持。他这样子一直在推广教育，我们来旁边人看，真的觉得很辛苦。不过问题是，若无人去做这样代志，根本就唔知影讲客家有这个所在让去做，会当去讲做一个教育的推广。虽然这个过程是真辛苦，陈银峰也是坚持把握当初的理念，互囡仔会当哪学哪做，坚固囡仔对在地认同，嘛毋望有更较侪人投入地方的事务，互故乡会当愈来愈发展。记者吴定武、吴文良台南报道。今年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对这个月开始，屏东的恒春民谣也受到邀请，要伫个线顶头演出2场，由人间国宝陈英带众人做伙演出。这内面毋但有92岁阿嬷，嘛有幼稚园的囡仔要做伙来唱歌，伊是希望讲，把这个恒春民谣唱予全世界人听。大人囡仔徛伫个鼓声前，唱出恒春民谣。民谣的歌声，伫果子园、伫槟榔搭拢会当听到。恒春民谣今年受英国爱丁堡艺术节邀请，要伫个线顶演出。虽然拄着台湾疫情期间，为着表演，不管是92岁阿嬷，也是6岁的囡仔，拢转来练唱。已经关1-2个月去啊，所以当要出来唱的时阵哦，声拢卡卡。可是毋过阮6年几遍啊过，阮都拢恢复啊。台湾因为疫情，团员是分批分流练唱，演出树上机、四季春等等的歌曲，歌词毋但有英文翻译，嘛有白话字。而且嘛，甲恒春的风景、甲生活拢结合伫民谣内底。咱遮恒春遮的在地遮时代，伊的生命的故事，就是上好的剧本啊。所以就是会用因平常时因的生活安怎唱歌，有当时有的阿嬷可能包槟榔时，就想要唱歌。恒春民谣捌去美国、日本演出，今年第1摆去英国。虽然14甲21 2场是线顶表演。阿嬷甲囡仔拢足欢喜，嘛希望疫情过去，若有机会会当去英国唱予全世界人听。记者邓家文来为做屏东报道。伫咧前几日啊，国家图书馆有收到已经过身的奥地利汉学家罗蒂德所收藏的6000多本册，其中超过100年以上的大约有150种。国家图书馆表示，伫咧今年底就完成编辑啊，到时阵民众就让来图书馆看册咯。一页搁一页，拢是法语翻译，内容是中国元朝杂剧、调诗歌词的对话甲唱词，描写春秋时代晋国大夫赵盾去互奸人陷害灭族了后，伊的后生大汉替全家报仇的故事。这是1834年法国汉学家儒莲翻译的作品，即马就收藏伫咧咱的国家图书馆。我想，罗志德教授就是马库斯教授，他也很希望父亲珍藏的这些汉学的资料，可以典藏在很重要的图书馆里面。几本册有这个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这个藏书印，也有咱德华先生伊写讲伊1938年捌伫德国柏林遮买中国的这个经济史的这个册。还有这本德国地理学家 Richard Andre 画出中国乌龙江的景致，甲伫咧水头的蒙古山水。参美国传教士 William 伫咧19世纪记录伊眼中的元清帝国，即北中国的天干地支图，上界啥人捌？在欧洲来讲，在汉学研究领域是越来越重要。
还有就是说，台湾在用这些汉学做文化交流的时候，不带任何政治色彩，我们就是文化，就是归于文化。已经过身的奥地利汉学家罗蒂特先生，继续送予咱6000多本的收藏。这过程其实经过国家图书馆甲辅仁大学做伙参加速沟通。国家图书馆打算年底就会开放予民众伫馆内阅读。记者民警林学凯台北报道。下晡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8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7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30度到33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8度到3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咱暗时7点再相会。